家時間係下午7點正，晚安，歡迎大家收睇 Daydream 直播室，報時訊號由 HK Daydream 提供。歡迎收聽 Daydream 新聞速報，我係新聞主播思賢。以下內容取錄自香港電台，並由 HK Daydream 轉做語音報導。HK Daydream 語音報導用嚟分隔每一段新聞嘅句子。港鐵灣仔站附近今早有物件阻礙路軌，港島線上環站往來鰂魚涌站列車服務一度暫停。港鐵表示，事件涉及一架鋼軌閃磨工程車，車底部分組件移位，路軌旁部分設備亦發現受損。事件經過及原因有待深入調查。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連生認為，路軌旁設備移位機會較微，估計係工程車上嘅設備引發事件，有機會係磨路軌嘅石碰到軌道旁嘅設備。HK Daydream 語音報導，政府計劃修例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食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認為，如果一名食客帶超過2隻狗，可能唔太容易控制。初步估計可能限制每名食客最多帶2隻狗入食肆。謝展寰話，暫時冇打算限制每間獲批餐廳最多可容納幾多隻狗隻，但如果申請容許狗隻進入嘅餐廳面積太細，可能唔會獲批。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全港14個年宵市場開鑼，其中規模最大嘅維園年宵，有市民趁早上人流唔多到場選購年花，指今年天氣熱，桃花早開，價錢較往年平。馬年將至，唔少乾貨攤檔售賣與馬相關產品。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到訪華盛頓嘅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二晚喺白宮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庫什納會晤，討論伊朗局勢。美國傳媒報導，威特科夫同庫什納向內塔尼亞胡通報美伊上星期喺阿曼間接談判嘅情況。內塔尼亞胡預計星期3同特朗普會面。特朗普接受新聞網站訪問時話，考慮派遣第2支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中東，準備喺同伊朗談判失敗時採取軍事行動。佢同時表明德黑蘭方面非常渴望達成協議，預計美伊下一輪談判將於下星期舉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話，伊朗有能力喺核問題上達成一項好過奧巴馬政府時期伊核協議嘅新協議，強調伊朗有能力作出唔發展核武嘅可靠保證。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加拿大卑斯省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10人死亡，包括懷疑女槍手，另有多人受傷。警方話喺一間中學發現6名死者，另1人送院途中不治。警方又喺一個住宅發現2名死者，相信兩者有關聯。警方表示，槍手係一名女性，佢被發現疑似自殺死亡，相信案件冇其他同謀。警方未有透露死者中有幾多係兒童，又以保護隱私為由，拒絕透露槍手係咪未成年。佢哋承認要尋找犯案動機並唔容易，但會盡最大努力找出真相。當地的中學同小學今個星期都全部停課。卑斯省省長埃比對事件表示慰問，政府將盡一切可能為社區提供支持，幫助所有人努力接受呢場難以想象嘅悲劇。總理卡尼各自前往慕尼黑參加安全會議嘅行程。槍擊案發地點位於卑斯省東北部一個鄉村社區，距離溫哥華東北約1000多公里，人口有大約2400人。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加拿大卑斯省發生槍擊案。警方話造成10人死亡，包括懷疑槍手，另有多人受傷。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6人喺一間高中內被發現死亡，另有2名死者喺一個住宅內被發現，警方認為同案有關，仲有1人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報導仲稱，嫌疑槍手先前已被確認死亡。報導引述警方消息話，仲有25人喺當地的醫院接受治療。HK Daydream 語音報導，網易去年盈利337.6億元人民幣，按年升近14%，派末期息每股0.232美元，按非公認會計準則計，經調整盈利373億元人民幣，按年升逾11%，全年收入1126.3億元，按年升近7%，單計上季盈利62.4億元，按年跌近29%。按季跌近28%，經調整盈利71億元，
按年及按季分別跌約27%及25%。上季收入275.5億元，按年升近3%，按季跌近3%。HK Daydream 語音報導，證監會推出措施促進香港數字資產交易，包括批准引入虛擬資產保證金融資，可使用虛擬資產作為抵押品，令市場喺無損金融穩定性嘅前提下，以負責任方式運用槓桿，支持流動性。證監會亦首次訂立高層次框架，指導持牌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向專業投資者發售屬於槓桿式產品嘅永續合約，採用原則為本嘅監管模式。平台必須作出風險披露，並設立完善嘅內部風險管理措施。證監會同時發出2份通函，包括准許有持牌虛擬資產交易平台聯屬公司喺平台擔任莊家，以提供流動性，但必須遵從嚴格嘅利益衝突監控措施、數據保安措施等。有關措施有助收窄買賣差價，提升公平性及透明度，有效識別造市活動。中介機構部執行董事葉志恒表示，香港數字資產發展已進入關鍵階段，並已具備成為全球領先數字資產中心嘅有利條件。佢相信新措施促使具穩健信貸狀況及抵押品嘅保證金客戶更積極參與虛擬資產交易，喺風險可控下提高香港市場流動性。佢表示，證監會今年工作重點喺於提升市場流動性。證監會正推行結構性改革，為市場導入更多優質流動性，正全速推進虛擬資產交易及託管服務相關規管嘅立法程序，並將加快發牌評估工作進度，確保立法生效後，市場參與者能順利過渡至法定監管框架。證監會亦將推出數字資產加速器，與業界創新者進行有系統溝通。HK Daydream 語音報導，政府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提出靈活土地發展策略及精簡管制程序。發展局副局長林志文表示，會就土地發展策略、批地模式或繳付地價方面推出新舉措，以及便利企業融資，以吸引更多產業進駐北都，亦希望應用於香港不同地方。林志文喺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唔同部門喺審批建設項目時分別會提出唔同要求，申請人要滿足所有要求，可能會面臨困難。希望透過局方及早介入，令審批工作更有效率，但強調唔會因而犧牲或妥協建築安全同品質。佢話希望訂立績效指標，等部門根據時間線工作，亦會提出內部監察機制，限時內解決到嘅問題就要上報，由部門首長級或局方層面協助理順。新界北議員姚銘關注，以往新界東北發展收地嘅賠償時間好長，影響小業主嘅生計，希望可以加快土地賠償程序。林志文話，由於涉及公帑，需要謹慎檢視土地嘅業權，確保冇瑕疵先發放賠償金，以免政府有損失，兩者需要平衡。工程界議員卜國明關注短期租約採用7+7+7機制，對於建設需時較長嘅項目或有困難。林志文回應，短期租約按季收租，對企業嘅現金流較有好處，但以7年為上限，長過7年就係地契，需要一次過繳付地價。HK Daydream 語音報導，英超曼聯作客逼和韋斯咸1-1，蘇哲50分鐘先開紀錄，紅魔鬼要到補時6分鐘，先由石斯高驚險追平。車路士主場喺領先2-0嘅大好形勢下，被列斯聯連追2球，痛失2分。熱刺就1-2不敵紐卡素，班尼茅夫同樣比數擊敗少打1人的愛華頓。曼聯26戰45分守喺第4位，車路士少1分排第5，韋斯咸24分繼續喺降班區。HK Daydream 語音報導，米蘭冬奧會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礙技巧決賽中，國家隊嘅谷愛凌以0.38分之差獲得銀牌，瑞士名將基馬特成功衛冕。賽事採取3輪制，計算成績最佳嘅一跳。谷愛凌首輪以一套近乎完美嘅動作取得86.58分，暫列第一，基馬特得83.6分排第二。第二輪谷愛凌動作失誤只得23分，基馬特跳出86.96分反超。到最後一輪，谷愛凌再出現失誤，全場最後一個出場嘅基馬特
喺出發區提前慶祝，並身披國旗輕鬆滑下，享受冠軍榮譽。兩人今次嘅比並係北京冬奧嘅翻版，結果亦一樣。谷愛凌繼北京冬奧以0.33分之差不敵基馬特後，今次再次僅以0.38分飲恨，獲得銀牌。加拿大選手以76.46分得銅牌。HK Daydream 語音報道。國際雪聯主席埃利亞斯表示，美國高山滑雪傳奇名將沃恩受傷係悲劇，但是否帶傷參賽，應由運動員自行決定。41歲嘅溫哥華冬奧會冠軍沃恩喺當地過去嘅星期日於米蘭冬奧會女子滑降比賽中，出發後僅13秒就摔倒，隨後被直升機送院，被診斷為腿部骨折，接受咗2次手術。呢次事故引發外界對賽事安全規定的討論，因為沃恩喺賽前9日先遭遇咗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埃利亞斯表示，好多人查詢國際雪聯係咪應該介入運動員能否帶傷參賽嘅決定，但佢堅定認為必須由運動員個人嚟決定。就沃恩嘅情況而言，沃恩肯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嘅傷勢。埃利亞斯又話，事件非常不幸，沃恩腿部確實有傷，但需要再次說明，呢係滑雪競技賽事嘅一部分，本來就係一項危險嘅運動。呢一節新聞已經報道完畢，跟住有天氣報告。我係天氣主播善怡，跟住有我為大家報道天氣。根據香港天文台嘅天氣資料，下晝7點，天文台錄得氣溫係22度，相對濕度係68%，廣東風勢微弱。本港方面，下晝各區氣溫普遍上升到24度或以上。另外，中國東南部嘅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喺晚間逐漸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會漸轉多雲，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氣溫介乎18至22度，會吹微風，晚間漸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星期5至年29部分時間會有陽光，日間會溫暖。年初1同年初2大致多雲，風勢頗大，天氣會稍涼。今節報道完啦，稍後仲有新聞速報同天氣報告。而家休息一陣，稍後再見。
歡迎收聽 Daydream 新聞速報，我係新聞主播思賢。以下內容取錄自香港電台，並由 HK Daydream 轉做語音報導。HK Daydream 語音報導，用嚟分隔每一段新聞嘅句子。港鐵灣仔站附近今早有物件阻礙路軌，港島線上環站往來鰂魚涌站列車服務一度暫停。港鐵表示，事件涉及一架鋼軌閃磨工程車，車底部分組件移位。路軌旁部分設備亦發現受損，事件經過及原因有待深入調查。
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連生認為，路軌旁設備移位機會較微，估計係工程車上嘅設備引發事件，有機會係磨路軌嘅石碰到軌道旁嘅設備。HK Daydream 語音報導，政府計劃修例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食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認為，如果一名食客帶超過2隻狗，可能唔太容易控制。初步估計可能限制每名食客最多帶2隻狗入食肆。謝展寰話，暫時冇打算限制每間獲批餐廳最多可容納幾多隻狗隻，但如果申請容許狗隻進入嘅餐廳面積太細，可能唔會獲批。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全港14個年宵市場開鑼，其中規模最大嘅維園年宵，有市民趁早上人流唔多到場選購年花，指今年天氣熱，桃花早開，價錢較往年平。馬年將至，唔少乾貨攤檔售賣與馬相關產品。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到訪華盛頓嘅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二晚喺白宮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庫什納會晤，討論伊朗局勢。美國傳媒報導，威特科夫同庫什納向內塔尼亞胡通報美伊上星期喺阿曼間接談判嘅情況。內塔尼亞胡預計星期3同特朗普會面。特朗普接受新聞網站訪問時話，考慮派遣第2支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中東，準備喺同伊朗談判失敗時採取軍事行動。佢同時表明德黑蘭方面非常渴望達成協議，預計美伊下一輪談判將於下星期舉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話，伊朗有能力喺核問題上達成一項好過奧巴馬政府時期伊核協議嘅新協議，強調伊朗有能力作出唔發展核武嘅可靠保證。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加拿大卑斯省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10人死亡，包括懷疑女槍手。另有多人受傷。警方話喺一間中學發現6名死者，另1人送院途中不治。警方又喺一個住宅發現2名死者，相信兩者有關聯。警方表示，槍手係一名女性，佢被發現疑似自殺死亡，相信案件冇其他同謀。警方未有透露死者中有幾多係兒童，又以保護隱私為由，拒絕透露槍手係咪未成年。佢哋承認要尋找犯案動機並唔容易，但會盡最大努力找出真相。當地的中學同小學今個星期都全部停課。卑斯省省長埃比對事件表示慰問，政府將盡一切可能為社區提供支持，幫助所有人努力接受呢場難以想象嘅悲劇。總理卡尼各自前往慕尼黑參加安全會議嘅行程。槍擊案發地點位於卑斯省東北部一個鄉村社區，距離溫哥華東北約1000多公里，人口有大約2400人。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加拿大卑斯省發生槍擊案，警方話造成10人死亡，包括懷疑槍手，另有多人受傷。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6人喺一間高中內被發現死亡，另有2名死者喺一個住宅內被發現，警方認為同案有關，仲有1人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報導仲稱，嫌疑槍手先前已被確認死亡。報導引述警方消息話，仲有25人喺當地的醫院接受治療。HK Daydream 語音報導，網易去年盈利337.6億元人民幣，按年升近14%，派末期息每股0.232美元，按非公認會計準則計，經調整盈利373億元人民幣，按年升逾11%，全年收入1126.3億元，按年升近7%，單計上季盈利62.4億元，按年跌近29%，按季跌近28%，經調整盈利71億元，按年及按季分別跌約27%及25%。上季收入275.5億元，按年升近3%，按季跌近3%。HK Daydream 語音報導，證監會推出措施促進香港數字資產交易，包括批准引入虛擬資產保證金融資，可使用虛擬資產作為抵押品，令市場喺無損金融穩定性嘅前提下，以負責任方式運用槓桿，支持流動性。證監會亦首次訂立高層次框架，指導持牌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向專業投資者發售屬於槓桿式產品嘅永續合約，採用原則為本嘅監管模式。
平台必須作出風險披露，並設立完善嘅內部風險管理措施。證監會同時發出2份通函，包括准許有持牌虛擬資產交易平台聯屬公司喺平台擔任莊家，以提供流動性，但必須遵從嚴格嘅利益衝突監控措施、數據保安措施等。有關措施有助收窄買賣差價，提升公平性及透明度，有效識別造市活動。中介機構部執行董事葉志恒表示，香港數字資產發展已進入關鍵階段，並已具備成為全球領先數字資產中心嘅有利條件。佢相信新措施促使具穩健信貸狀況及抵押品嘅保證金客戶更積極參與虛擬資產交易，喺風險可控下提高香港市場流動性。佢表示，證監會今年工作重點喺於提升市場流動性。證監會正推行結構性改革，為市場導入更多優質流動性，正全速推進虛擬資產交易及託管服務相關規管嘅立法程序，並將加快發牌評估工作進度，確保立法生效後，市場參與者能順利過渡至法定監管框架。證監會亦將推出數字資產加速器，與業界創新者進行有系統溝通。HK Daydream 語音報道，政府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提出靈活土地發展策略及精簡管制程序。發展局副局長林志文表示，會就土地發展策略、批地模式或繳付地價方面推出新舉措，以及便利企業融資，以吸引更多產業進駐北都，亦希望應用於香港不同地方。林志文喺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唔同部門喺審批建設項目時分別會提出唔同要求，申請人要滿足所有要求，可能會面臨困難。希望透過局方及早介入，令審批工作更有效率，但強調唔會因而犧牲或妥協建築安全同品質。佢話希望訂立績效指標，等部門根據時間線工作，亦會提出內部監察機制，限時內解決到嘅問題就要上報，由部門首長級或局方層面協助理順。新界北議員姚銘關注，以往新界東北發展收地嘅賠償時間好長，影響小業主嘅生計，希望可以加快土地賠償程序。林志文話，由於涉及公帑，需要謹慎檢視土地嘅業權，確保冇瑕疵先發放賠償金，以免政府有損失，兩者需要平衡。工程界議員卜國明關注短期租約採用7+7+7機制，對於建設需時較長嘅項目或有困難。林志文回應，短期租約按季收租，對企業嘅現金流較有好處，但以7年為上限，長過7年就係地契，需要一次過繳付地價。HK Daydream 語音報道，英超曼聯作客逼和韋斯咸1-1，蘇哲50分鐘先開紀錄，紅魔鬼要到補時6分鐘，先由石斯高驚險追平。車路士主場喺領先2-0嘅大好形勢下，被列斯聯連追2球，痛失2分。熱刺就1-2不敵紐卡素，班尼茅夫同樣比數擊敗少打1人的愛華頓。曼聯26戰45分守喺第4位，車路士少1分排第5，韋斯咸24分繼續喺降班區。HK Daydream 語音報道，米蘭冬奧會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礙技巧決賽中，國家隊嘅谷愛凌以0.38分之差獲得銀牌，瑞士名將基馬特成功衛冕。賽事採取3輪制，計算成績最佳嘅一跳。谷愛凌首輪以一套近乎完美嘅動作取得86.58分暫列第一，基馬特得83.6分排第二。第二輪谷愛凌動作失誤只得23分，基馬特跳出86.96分反超。到最後一輪，谷愛凌再出現失誤，全場最後一個出場嘅基馬特喺出發區提前慶祝，並身披國旗輕鬆滑下，享受冠軍榮譽。兩人今次嘅比並係北京冬奧嘅翻版。結果亦一樣，谷愛凌繼北京冬奧以0.33分之差不敵基馬特後，今次再次僅以0.38分飲恨，獲得銀牌。加拿大選手以76.46分得銅牌。HK Daydream 語音報道，國際雪聯主席埃利亞斯表示，美國高山滑雪傳奇名將沃恩受傷係悲劇，但是否帶傷參賽，應由運動員自行決定。41歲嘅溫哥華冬奧會冠軍沃恩，喺當地過去嘅星期日於米蘭冬奧會女子滑降比賽中，出發後僅13秒就摔倒，
隨後被直升機送院，被診斷為腿部骨折，接受咗2次手術。呢次事故引發外界對賽事安全規定的討論，因為沃恩喺賽前9日先遭遇咗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埃利亞斯表示，好多人查詢國際雪聯係咪應該介入運動員能否帶傷參賽嘅決定，但佢堅定認為必須由運動員個人嚟決定。就沃恩嘅情況而言，沃恩肯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嘅傷勢。埃利亞斯又話，事件非常不幸，沃恩腿部確實有傷，但需要再次說明，呢係滑雪競技賽事嘅一部分，本來就係一項危險嘅運動。呢一節新聞已經報道完畢，跟住有天氣報告。我係天氣主播善怡，跟住有我為大家報道天氣。根據香港天文台嘅天氣資料，下晝7點，天文台錄得氣溫係22度，相對濕度係68%，廣東風勢微弱。本港方面，下晝各區氣溫普遍上升到24度或以上。另外，中國東南部嘅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喺晚間逐漸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會漸轉多雲，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氣溫介乎18至22度，會吹微風，晚間漸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星期5至年29部分時間會有陽光，日間會溫暖。年初1同年初2大致多雲，風勢頗大，天氣會稍涼。今節報道完啦，稍後仲有新聞速報同天氣報告。而家休息一陣，稍後再見。
而家時間係晚上8點正，晚安，歡迎大家收睇 Daydream 直播室，報時訊號由 HK Daydream 提供。歡迎收聽 Daydream 新聞速報，我係新聞主播思賢。以下內容取錄自香港電台，並由 HK Daydream 轉做語音報導。HK Daydream 語音報導，衛生防護中心話，最近同食生蠔有關嘅諾如病毒食物中毒個案大增。提醒市民而家唔好食生蠔同埋未熟透嘅雙殼類海產，免得感染諾如病毒。中心總監徐樂堅話，過去幾個禮拜錄得嘅食物中毒個案持續增加，由舊年12月底每星期錄得平均1宗，上升到1月每星期平均4宗。上個月18號到尋日，中心已經錄得39宗食物中毒個案，總共影響119人，其中接近90%個案同諾如病毒有關。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同諾如病毒有關嘅食物中毒個案受影響人士，全部喺潛伏期內食過生蠔。受影響人士中有6人要留院醫治，全部情況穩定。徐樂堅話，諾如病毒傳染性好高，除咗食物中毒，諾如病毒都係引起急性腸胃炎嘅主要原因之一。監測指標顯示，本地急性腸胃炎嘅活躍程度由1月初開始持續上升。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已經錄得38宗院舍同學校嘅急性腸胃炎爆發個案，涉及294人。實驗室檢測顯示超過70%係由諾如病毒引起。中心話，日本同韓國等港人旅遊熱點，最近諾如病毒嘅活躍程度持續上升。韓國嘅監測數據顯示諾如病毒活躍程度去到近5年同期嘅新高。HK Daydream 語音報導。港鐵灣仔站附近今朝有物件阻住路軌，港島線上環站去鰂魚涌站嘅列車服務一度要暫停，港島線全線列車要到今朝約7點半先逐步回復正常服務。事故影響市民返工返學，當局表示非常關注，要求港鐵1個月內提交調查報告。港鐵就事件道歉，話發現有工程車車底部件移位，信號設備受損，形容情況罕見，會詳細檢查。HK Daydream 語音報導，海關話家長應該立即停止俾小朋友玩呢款玩具，商戶如果有出售，亦應該立即下架。海關早前喺各區嘅零售商試購咗9款玩具車做安全測試，測試結果顯示一款玩具貨車含有的第2類塑化劑鄰苯二甲酸酯，係佢塑化物料總重量的2.43%，超出條例規定嘅0.1%上限。海關其後搜查涉案零售商嘅3間店鋪，喺其中一間分店檢取咗共8件同款玩具貨車。海關亦都去各區進行巡查，暫時冇再發現呢款玩具出售，調查仲進行緊。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去到華盛頓嘅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2晚喺白宮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埋女婿庫什納會面，討論伊朗局勢。美國傳媒報導，威特科夫同庫什納向內塔尼亞胡通報咗美伊上個禮拜喺阿曼間接談判嘅情況。內塔尼亞胡預計星期3會同特朗普會面。特朗普接受新聞網站訪問時話，考慮派遣第2支航空母艦戰鬥群去中東，準備喺同伊朗談判失敗時採取軍事行動。佢同時表明德黑蘭方面非常渴望達成協議，預計美伊下一輪談判將會喺下個禮拜舉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話，伊朗有能力喺核問題上達成一項好過奧巴馬政府時期伊核協議嘅新協議，強調伊朗有能力作出唔發展核武嘅可靠保證。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加拿大卑斯省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10人死亡，包括懷疑女槍手，仲有多人受傷。警方話喺一間中學發現6名死者，另1人送院途中不治。警方又喺一個住宅發現2名死者，相信兩者有關聯。警方表示，槍手係一位女性，佢被發現疑似自殺死亡，相信案件冇其他同謀。警方未有透露死者中有幾多係小朋友，又以保護隱私為由，拒絕透露槍手係咪未成年。佢哋承認要揾出犯案動機並唔容易，但會盡最大努力揾出真相。當地嘅中學同小學今個星期都全部停課。卑斯省省長埃比對事件表示慰問，政府會盡一切可能為社區提供支持，幫助所有人努力接受呢場難以想象嘅悲劇。
總理卡尼擱置咗前往慕尼黑參加安全會議嘅行程。槍擊案發生喺卑斯省東北部一個鄉村社區，距離溫哥華東北約1000幾公里，人口大約有2400人。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加拿大卑斯省發生槍擊案，警方話造成10人死亡，包括懷疑槍手，仲有多人受傷。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6人係喺一間高中內被發現死亡，另有2名死者係喺一個住宅內被發現。警方認為同案有關，仲有1人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報道仲稱，嫌疑槍手早前已被確認死亡。報道引述警方消息話，仲有25人喺當地嘅醫院接受治療。HK Daydream 語音報導，網易舊年盈利337.6億元人民幣，按年升近14%，派末期息每股0.232美元，按非公認會計準則計，經調整盈利373億元人民幣，按年升逾11%，全年收入1126.3億元，按年升近7%。單計上季盈利62.4億元，按年跌近29%，按季跌近28%。經調整盈利71億元，按年及按季分別跌約27%及25%。上季收入275.5億元。按年升近3%，按季跌近3%。HK Daydream 語音報導，證監會推出措施促進香港數字資產交易，包括批准引入虛擬資產保證金融資，可以使用虛擬資產作為抵押品，令市場喺無損金融穩定性嘅前提下，以負責任嘅方式運用槓桿，支持流動性。證監會亦首次訂立高層次框架，指導持牌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向專業投資者發售屬於槓桿式產品嘅永續合約，採用原則為本嘅監管模式。平台必須作出風險披露，並設立完善嘅內部風險管理措施。證監會同時發出2份通函，包括准許有持牌虛擬資產交易平台聯屬公司喺平台擔任莊家，以提供流動性，但必須遵從嚴格嘅利益衝突監控措施、數據保安措施等。有關措施有助收窄買賣差價，提升公平性及透明度，有效識別造市活動。中介機構部執行董事葉志恒表示，香港數字資產發展已進入關鍵階段，並已具備成為全球領先數字資產中心嘅有利條件。佢相信新措施促使具穩健信貸狀況及抵押品嘅保證金客戶更積極參與虛擬資產交易，喺風險可控下提高香港市場流動性。佢表示，證監會今年工作重點喺於提升市場流動性。證監會正推行結構性改革，為市場導入更多優質流動性，正全速推進虛擬資產交易及託管服務相關規管嘅立法程序，並將加快發牌評估工作進度，確保立法生效後，市場參與者能順利過渡至法定監管框架。證監會亦將推出數字資產加速器，與業界創新者進行有系統溝通。HK Daydream 語音報導，政府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提出靈活土地發展策略及精簡管制程序。發展局副局長林志文表示，會就土地發展策略、批地模式或繳付地價方面推出新舉措，以及便利企業融資，以吸引更多產業進駐北都，亦希望應用於香港不同地方。林志文喺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不同部門喺審批建設項目時分別會提出不同要求，申請人要滿足所有要求，可能會面臨困難。希望透過局方及早介入，令審批工作更有效率，但強調唔會因而犧牲或妥協建築安全同品質。佢話希望訂立績效指標，俾部門根據時間線工作，亦會提出內部監察機制，限時內解決到嘅問題就要上報，由部門首長級或局方層面協助理順。新界北議員姚銘關注，以往新界東北發展收地嘅賠償時間好長，影響小業主嘅生計，希望可以加快土地賠償程序。林志文話，由於涉及公帑，需要謹慎檢視土地嘅業權，確保冇瑕疵先發放賠償金，以免政府有損失，兩者需要平衡。工程界議員卜國明關注短期租約採用7+7+7機制，對於建設需時較長嘅項目或有困難。林志文回應，短期租約按季收租，
對企業嘅現金流較有好處，但以7年為上限，長過7年就係地契，需要一次過繳付地價。HK Daydream 語音報導，英超曼聯作客逼和韋斯咸1-1，蘇哲50分鐘先開紀錄，紅魔鬼要到補時6分鐘，先由石斯高驚險追平。車路士主場喺領先2-0嘅大好形勢下，被列斯聯連追2球，痛失2分。熱刺就1-2不敵紐卡素，班尼茅夫同樣比數擊敗少打1人的愛華頓。曼聯26戰45分守喺第4位，車路士少1分排第5，韋斯咸24分繼續喺降班區。HK Daydream 語音報導，米蘭冬奧會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礙技巧決賽中，國家隊嘅谷愛凌以0.38分之差獲得銀牌，瑞士名將基馬特成功衛冕。賽事採取3輪制，計算成績最佳嘅一跳。谷愛凌首輪以一套近乎完美嘅動作取得86.58分，暫列第一。基馬特得83.6分排第二。第二輪谷愛凌動作失誤只得23分，基馬特跳出86.96分反超。到最後一輪，谷愛凌再出現失誤，全場最後一個出場嘅基馬特喺出發區提前慶祝，並身披國旗輕鬆滑下，享受冠軍榮譽。兩人今次嘅比並係北京冬奧嘅翻版。結果亦一樣，谷愛凌繼北京冬奧以0.33分之差不敵基馬特後，今次再次僅以0.38分飲恨，獲得銀牌。加拿大選手以76.46分得銅牌。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國際雪聯主席埃利亞斯表示，美國高山滑雪傳奇名將沃恩受傷係悲劇，但是否帶傷參賽，應該由運動員自行決定。41歲嘅溫哥華冬奧會冠軍沃恩，喺當地過去嘅星期日於米蘭冬奧會女子滑降比賽中，出發後僅13秒就摔倒，隨後被直升機送院，被診斷為腿部骨折，接受咗2次手術。呢次事故引發外界對賽事安全規定的討論，因為沃恩喺賽前9日先遭遇咗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埃利亞斯表示，好多人查詢國際雪聯係咪應該介入運動員能否帶傷參賽嘅決定。但佢堅定認為必須由運動員個人嚟決定。就沃恩嘅情況而言，沃恩肯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嘅傷勢。埃利亞斯又話，事件非常不幸，沃恩腿部確實有傷，但需要再次說明，呢係滑雪競技賽事嘅一部分，本來就係一項危險嘅運動。HK Daydream 語音報導，呢一節新聞已經報導完畢，跟住有天氣報告。我係天氣主播善儀，跟住有我為大家報道天氣。根據香港天文台嘅天氣資料，下晝8點，天文台錄得氣溫係22度，相對濕度係71%，廣東風勢微弱。而家中國東南部嘅氣壓上升緊，預料晚間會有偏東氣流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係漸轉多雲，聽日日間會有部分時間見陽光，氣溫會係18至22度，吹微風。晚間就會漸轉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展望方面，星期5至年29都會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會覺得溫暖。年初1同年初2大致多雲，風勢會比較大，天氣會稍涼啲。今節報道完啦，稍後仲有新聞速報同天氣報告。而家休息一陣，稍後再見。
係天氣主播善儀，跟住有我為大家報道天氣。根據香港天文台嘅天氣資料，下晝8點，天文台錄得氣溫係22度，相對濕度係71%，廣東風勢微弱。而家中國東南部嘅氣壓上升緊，預料晚間會有偏東氣流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係漸轉多雲，聽日日間會有部分時間見陽光，氣溫會係18至22度，吹微風，晚間就會漸轉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展望方面，星期5至年29都會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會覺得溫暖。年初一同年初二大致多雲，風勢會比較大，天氣會稍涼啲。今節報道完啦，稍後仲有新聞速報同天氣報告。而家休息一陣，稍後再見。今集時間係咁多啦，再次喺度感謝支持我哋嘅 D 粉同埋咁多位觀眾，快啲加入 D 粉做會員，直播留言儲 D 分換禮物，同埋大家記得要 comment、like、share 呢條片，仲要 subscribe、follow 埋我哋 HK Daydream 唔同嘅社交平台，撳埋隔離嗰個通知啷啷，有新片新 live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啦。下集再見。